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看两波立委的罢免案已经收山，总统赖清德伫顶礼拜六宣布要调整内阁。外界本地预测讲今仔就会公布新内阁的名单。也毋过行政院长邓英台是表示讲，昨才开始进行，会拼讲即礼拜内来完成。嘛望讲国人甲国会会当支持新的内阁。 两波罢免案结束了后，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调整内阁队形。原本国会有725会公布新阁员名单，不过行政院长邓英台证实会延后公布，并伫这礼拜来完成。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那前面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而已。所以我不可能今天有确定的人选，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 那么也希望这个新的内阁的组成能够得到国人及国会的支持。邓英台指出，除了已经请示的部会首长之外，也当咧思考甲定选部分新阁员，希望会当为内阁主持新会。也传出改组延后原因是为副部长柯泰源顶地方约见了后，到他拒绝发出请示批。我想要求见赖总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辞职信会发吗？ 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很多政务官跟着赖总统来，我们是要来做大事，不是要来做大官。定前可能接任后执政部长的传闻副手吕建德也替柯泰源讲话，保证内定转任经济部长的江明鑫共款真低调。 然后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嘛，已经获得真实的吗？像这样子的一个傲慢，还有这样子一个藐视国会的阁员，你说他到经济部之后会比郭志辉好吗？我并不觉得。内阁的调整，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要真正的拿出诚意来。我鼓励卓荣泰院长大破大立进行内阁改组，然后给社会一新的气象，不需要把每个会期都要进行的正常的事情无限上纲到。 逼宫，然后总召的事情。另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吴思瑶、陈培福等人，前几日也是连续宣布请辞。对于总调瓜革命表示会慰留，吴思瑶讲，唔敢接瓜总调的电话，坚持会下进其他党团后一个会期会有新的气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早起，行政院长邓英台伫立法院将对台美关系谈判的进度，佮有升级的影响进行报告。院长表示讲，台湾佮要争取如何的对等关系的税率，22条款协商，嘛望讲税率莫佮拆卡起哦。谈判佮继续在进行到8月中，咱国内受到关系影响减班休困的公司有73间，嘛影响到2388个劳工。 这个月初7，美国已经对全球实施关税新的税率。台湾甲美国从4月开始，透过讨论谈判，为本地税率搁提起32%的对等关税，目前变做是原地税率搁加上20%的暂时性对等关税。有立委关心讲，咱台湾对等税率的关税当时才讲会定。什么时候可以做最后的确认？ 我们在8月1号前没能达成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国出口70%是半导体及 ICT， 尤其在逆差的90%。那美方也表示，这个项目在美方232的调查底下，那也联动美方232关税的政策方向，所以台美需要一些时间，持续就对等跟232一并对谈。 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表示，台美对等关税谈判还佫持续咧进行，希望用结果来证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的拍拼。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台美关税谈判有3大目标要争取：第一是争取更较好的对等关税税率，像是做伙协商232条款，嘛要争取税率莫塔起的计算。有立委认为讲，有关台美关税谈判，台湾要安怎去除红色供应链，才是第一要紧。 行政院对于去除红色供应链做了哪些努力？有没有成效呢？我们有事前、事后、事中各项，包括财政部、包括经济部的一些措施。事前我们要加强的审查。呼吁在野党的委员应当撤回离岛建设条例这种洗产地的条例。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展现国内团结一致，就是我们对于这样洗产地违规转运的防止，我们是有能力、有责任做好的。 针对台美关税税率为32%，暂时降到20%。邓英台讲，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拢总有73间公司，2388个人。政府会针对安定就业来做整体的考虑，未来完成协商了后，嘛会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最近表示讲，按说要降利息，嘛带动美国大起。今仔早起，台股一开盘嘛起344点哦，是一路起，落尾是起512点收盘，收伫24277点。因为对顶关税无确定性已经减少了，主计总处甲2025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嘛调悬到4.45%。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伫全球中央银行年会发表演讲，公开9月份降利息的消息，放出好消息鼓励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刺激台股2开盘大起344点，搁转来24000，盘中上悬是24325点，但这点嘛上悬1175块。那些非法移民被赶走，找不到工人，但是那些公司也倒，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现在是情况将来这个地方。接下来的情况呢？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那联准会就要去考虑调降它的利率。所以市场上今天欢声雷动，听到降息就高兴。你忘了那个降息原因是什么？是美国经济不好。学者警告讲，虽然降息鼓励市场，不过美国降息时嘛因为关税政策停顿是通膨乌影原在，敢会影响消费市场，要持续注意。不过最近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经济成长率上升的预测，原本讲保3做一开收悬到4.45%，有机会保4。学者分析讲，1月到7月台湾的贸易表现，出口产品有70%是资通讯产品、电子零组件，受到关税冲击较细。目前来看的话 ，ICT 就是半导体或者说 AI 伺服器，这个还不知道，还不知道。但是各位去了解一下，高阶的半导体这个部分是转嫁能力非常高，AI 伺服器 margin 也够高。即使未来这个科关税会有影响，但是影响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接续22条款的影响，学界有完真有信心。目前观察受到冲击的产业，学者讲爱看相对状况。比如讲，工具去销美国，竞争对手日本税率是15%，产业就是较舒适，政府爱较注意类似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丰原因权东路透早3点左右，一间假做套房衰人的透天厝着火，据消息真紧就甲火拍花，也毋过伫2楼发现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人已经死亡。警方表示讲，这2个死者应该是男女朋友，有厝边有闻到味，佮听到有人在喊救命，怀疑讲是2个人冤家有人放火，也毋过详细原因爱个调查。虽然也是透早，也毋过住户全拢走出外，因为发现火警。就已经烧了，我就赶快跑下来。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就闻到啊。你有闻到味道。25透早3点左右，台中丰原医权东路这个出租套房发生火警，警消消防赶去现场。虽然火势真紧的拍花，也毋过煞伫2楼房间内发现一男一女已经明显死亡。附近居民表示，导火进前听到冤家甲敲物件的声音，还有查某囡仔喊叫的声音。他一直喊救命，我就甲伊讲，你是安怎晓？讲救命，我讲是安怎哈？伊佫无讲，所以我就较紧走落来。应该问他冤家去家里纵火吧？他有在喝酒。伊发查某会发救命啦，这查甫有听到声来。我们到的时候门是紧闭，所以我们是破门以后进入。那在初期的时候，后面的住户他疑似有看到里面那个房间从阳台的部分，后面的阳台有看到有浓烟跟起火势的状况。警方初步了解，死亡的是58岁姓张的女子，甲53岁姓李的查甫人，2个人是情侣动机关系，进前并无通报家暴，也是保护令的记录。姓张女子的家属表示，伊日时拢伫厝内照顾失智的母亲，唔知影伫外口有睡厝。有问啊，他说住1年了。住1年了。阿哥离你们原本的家好像很近，是不是？很近啊，很近啊。哦，是。他有时候要回家照顾我丈母娘啊。他们有常吵架吗？这个我不晓得。互动呢？应该很正常吧。厝头家强调，2个人看起来交往甲互动情况拢真正常，也有正常的立租金。另外，敢是有放火现象，警方表示，要等火调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进一步调查赔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3点，新北市新店的行政街有一台汽车着火，火是炭到边仔厝，有8人互送去病院，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哦。警方嘛已经抓到63岁姓陈的车主，伊讲伊是心情无介好，所以才会放火。巷仔底一台汽车熊熊着火，火是烧甲真猛，还阁烧甲变叫，而且这火还阁炭去甲边仔徛过去。
消防接到报案，赶紧报水线拍火，大火一路传去到5间人家厝。搜救人员赶紧把8个受伤的人送病院，其中有1个人甚至全唔知影人。家在急救了后，有恢复稳定，暂时无生命危险。有一些小瓦斯罐整个当时爆炸，所以造成1楼跟2楼。那2楼的部分是沿着遮衣板整个烧上去。事故现场伫新北市新店街行政街迄块地啊，车烧到敢若剩骨架，几啊间徛街的门甲壁，规个拢熏甲乌乌。现场阁看到几啊罐加速罐。警方初步调查，有1个63岁姓陈的查甫人，哪像放火烧车。一直爆炸，一直爆炸，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祈求它不要延烧到后面这样。因为这一条是死巷，它直接停挡在中间，就是只要整个串起来的话，根本没有人可以从串出来。因为事故现场是无尾巷，车主阁甲汽车停伫路中央，有住户讲到代志发生的过程，要是感觉真惊吓，就惊火继续传开，因怎走袂离。今嘛火灾调查人员已经登去现场勘查采证，要理清导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暗9点，屏东东港一个27岁查甫人，参朋友坐船去钓鱼，钓煞准备驶翻头的时哦，因为风影上过大，人去互影更离开海面。今仔早起已经找到人，也毋过哦，已经过往了。消防人员驶着树林船，今仔早起继续超找。昨下暗9点，东港安检所外海发生钓客落海事件。消防接到通报了后，出动东港分队甲第3大队。工船呢有2位钓客安全上岸，另外1位查甫人无找到，一直到今仔早起。早起9点40，救援人员将遗体搬起来岸边。死者是一名姓严的27岁查甫，本身是高雄人，伊是和另外2名熟识钓客做伙坐波特船对东港岸边出海海钓。下暗要回头时，因为海上变化大，这名姓严的查甫人被海影拍落去海里。另外2人赶紧报案，找到人的救援人员表示，发现死者的时阵，伊的救生衣无弹开。其他的救生衣哦，不是自动那个。爆发的没有开，所以它有穿，有穿啊，可是那个没有拉，它就这个救生衣没有那个效果，没有爆开。前几天那个漏水，那个红灯塔那边对过来，刚好那个东港渔港的中间。于25日早上9时，于东海西出海口航道寻获严姓男子，全案后续由相关单位办理相应事宜。屏东东港伫顶礼拜20，较发生查甫人骑机车落海的事件，昨个发生海钓意外。海巡提醒民众，若要进行海上活动，要注意风影的变化，确保家己的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前国民党婚姻关的议长沈宗良涉嫌向能源公司收2000万的乌钱，伊嘛向检方认罪，嘛甲乌钱交出去。今仔婚姻地方法院一审是判伊有期徒刑3档6个月，褫夺公权8档。国民党婚姻关的前议长沈宗良等人涉嫌向达德能源公司收2000万的乌钱。婚姻地方法院一审是宣判沈宗良有期徒刑3档6个月。国民党的议员王玉斌是9档6个月的有期徒刑，褫夺公权8档。沈宗良行出法院是感谢法官判决是真公道。议员王玉斌知影讲判决的结果，讲伊虽然感觉真遗憾哦，也毋过尊重，嘛按算讲会阁上诉。再来看教育部的政务处长叶秉成涉漏性平受害者的个资，教育部的性平委员会调查3个月，落尾是认定讲伊无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叶秉成哦嘛已经辞职了。也毋过，被害学生早起伫台大学生会陪同开记者会，伊讲叶秉成毋捌向伊回失礼。教育部的调查结果，伊嘛无法度接受，伊嘛已经向检方来提告叶秉成违反个资法，北检嘛已经分案调查。你前后发表了2次声明，没有一句是对着我道歉，对不起这3个字，你从没说出口。互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伫咧社群漏涉个资，经过3个月调查，教育部认定伊无违法，这个结果互被害人感觉无法度接受，拜伊伫咧台大学生甲立委议员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要求叶秉成爱回失礼。他在这个事件上只会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在逃避责任。我请问的是，如果他今天没有请辞，或者即使他请辞之后回到了台大，继续担任教育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还会在未来又可能面临一次又一次需要负担
保密义务的情境。另外，针对教育部的处理态度，也互受害学生批评讲刘婷受过凊彩，而且佫有大细心的行为。调查判定叶炳成无违法，也互学生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教育部的态度更令人心寒，当时对外承诺在1个月内完成调查，却在期限倒数前10天才联系我，要5天内提出说明答复。相较之下，却给叶秉成1个月的时间。结果却是叶秉成没有违反性平法。学妹拿出她的手机，颤抖着请我协助跟委员说明的时候，她一直在吐。在那个当下，没有任何专业的咨商师、心辅师、医师在旁协助，只能学妹一个人加我们在现场擦拭地板。台大学生呼吁教育部应该马上退回调查报告，并且重新稽查。另外，针对这位家人性骚扰的社工，台大回应目前已经调整伊的职务，原来教育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昨针对也门的首都沙那发动攻空袭，造成6个人死亡，80来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讲，空袭目标包括总统府在内的军事基地，这嘛是以色列甲也门动乱以来上新的一届冲突。也门青年运动是表示讲，加塞代志因绝对袂放话我。飞弹落地反抗军青年运动，佮叫做乌萨组织所掌控的也门首都沙那真侪所在，连续爆炸发出真大声，乌烟佮真紧冲出。青年运动表示，这件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目标包括总统府所在的军事基地、2座发电厂加一个电疗储存设施。משטר הטרור החות'י לומד בדרך הקשה. מי שתוקף אותנו, אנחנו תוקפים אותו. 以色列军方声明，离世的空袭是针对背后由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恐怖政权过去几摆对以色列甲以色列百姓发动攻击的回应，包括最近用地对地飞弹甲无人机向以色列领土攻击。青年运动日表示，向以色列发射一粒大导飞弹来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空军官员理事对此表示，这粒飞弹是新型的含有急速弹药的大导飞弹。这类飞弹也是头一摆为也门发射，显示伊朗可能提供更加高阶的技术支援，提供青年运动的作战能力。青年运动高级官员穆塔达表示，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各地 X 大文，以色列爱会记得，无论付出什么款的牺牲，拢未放弃伫加沙的兄弟。公司新闻5月8日。昨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去基辅拜访，甲泽伦斯基讨论安全保证。落俄谈判的进度，美国是表示讲，罗西亚伫和谈中会有正大的让步。落俄嘛交换政府，双方拢有上百个人互帮菜。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会甲盟友合作，建立对乌克兰陆海空安全的保证，而且无排除驻军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谢加拿大长期的支持，嘛讲安全的架构当中，乌克兰军方会扮演核心的角色。We are working through with our allies and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I would not exclude the presence of troops. Для нас важливо рано про це говорити. Спочатку буде підготовлена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美国副总统范斯在访谈的时阵讲，罗西亚头一届做出重大的让步，包括答应尊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放弃牵涉加勒政权。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在受访的时阵强调讲，乌克兰都要保持中立，袂当加入任何的军事同盟。伊还佫指控西方甲基辅设置条件主动谈判，嘛同意乌克兰所讲的筹组安全的担保组织。And guarantors would be guaranteeing the security of Ukraine, which must be neutral, which must be non-aligned with any military bloc, and which must be non-nuclear. The Russian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so we're going to keep on pushing for a diplomatic solution.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到协调的情形之下，罗西亚甲乌克兰拢释放146个战俘。罗西亚展现士兵回国的时阵，尤其亚大声喊罗西亚万岁的画面，也让乌克兰政府的家属伫病院外口迎接因的亲人。Ці емоції не можна передати. 3 роки з половиною ми не бачилися. Це не можна передати, що нарешті ми його дочекалися. Є люди, які сидять в полоні з 14-го року, з 15-го року, 16-го року, і вони досі там. 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术也被收煞，不过为谈判到政府的交换，拢显示外交要当地的拍拼。也
看到国际社会拢真关注冲突4年了后，真正的和平敢是都要出现啊？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美国的马里兰州传出人为着螺旋心脏病案例哦，这是一种伫河神身躯顶头的虫，伊的家人严重会无命。医生是提醒讲，虽然台湾阁无病例，也毋过哦，那动物伴是对疫区倒来台湾阁有症状，这一定要特别注意。规定河神伫牛的身躯边爬来爬去，这是牧场常常看到的光景。毋过，所有牧场的主人头壳摸得烧。We have calves that soon are born, well, you know, navel's open, and they lay the eggs there. 业主更加忧心的是新世界光类神，这种河神会甲卵放伫活体动物的空喙顶面，便拿互伊孵出来，这处毋是留伫个空喙表面，伊会一直转入去肺甲肉内底。上严重的就是甲宿主食甲死。中美洲几个国家已经发生疫情，搁再拖就北，恐惊会威胁到美国的牛肉甲畜牧产业。It's an issue that will affect every single person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because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you don't get much to eat without farmers and ranchers.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已经有一件人类得到光类神出病的案例，患者是按瓜地马拉转来美国，不过目前官方也未正式来证实。若是有影，这就是美国这几年头一个人类的病例。虽然人类感染是真罕见，不过若是互寄生，有可能会致死。它的幼虫呢，则是有可能呢会在活人身上，就是所谓的生鲜组织到往下继续吃下去。所以说，在我们健康的人身上那些开放性的伤口或者是健康的黏膜，它就可以被产卵了，而且会一路侵蚀到我们的深部的组织，是相当危险的一个状况。美国再度发生光类神致病的案例。台湾虽然到今并无出现过光类神病的病例，不过医生相关有提醒讲，动物伴嘛有可能是潜在传染源。若是咱厝内动物伴按疫区转来台湾了，有身躯上甲挡袂牢，坐立不安这寡镜头，一定要甲兽医报告旅游署，量早诊断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过来看最近的天气是真热热。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开始，受到低压系统的影响，台湾的水汽会增加哦。30如果透东风，落雨的范围会扩大。气象署嘛继续发布高温的警示，台北、新北市阁有桃园哦，拢有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这阵仔高温烧热的天气会有变化，气象署表示，目前有一个低压系统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伊会载一寡水汽来台湾，所以对日落开始，东半部会受到影响，全台湾水汽会增加。它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那整个低压的系统也会慢慢的有一些水汽带进到台湾地区，所以从明天开始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慢慢的就会受到它的水汽的影响那整体来说，台湾附近的水汽也会开始增加起来，所以明后天之后，天气又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稳定。另外，3早开始，因为透东风的关系，全台湾落雨的所在会变多，范围会变宽。气象署指出，未来一礼拜，西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同款高温烧热，东半部因为正方面的关系，受水汽影响，熬出现低降雨。今天北部可能还是容易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那接连的几天，一直到28、29号，都还是容易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整个北部地区来讲，受到东风的沉降的影响，高温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甚至到了30号、31号，虽然水汽会增加起来，但是还是依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针对减雨风台的走向，目前伊是走向中南半岛，对台湾的影响无大。也若气象署嘛提醒，因为水汽增加，山区会有强降雨。若是最近有要去山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昨午有7个民众小早去屏东的雾台耍飘飘河的活动，结果像日天气弄到山壁冰船掉伫山地门，加在消防人员有顺利甲人救起来，嘛拢平安。看到溪流内面土沙正多，路夹夹搁正错流，消防人员冒着被冲走的风险，落去水下要去对花救人。
有7位民众用通讯软体烧焦，24早起去屏东舞台体验飘飘河，全部顺利弄到山壁冰船。好佳在所有人拢必须伫滩地等人救。第二发生的所在伫三地门带来顺利爱寮区。下庭前往该7名民众受困地点4男3女，15时12分回报人已带至就达。小人人平安，不需送医，后续交由远警处理。开水井错漏，增加救援的困难。虽然7个人拢平安救出，不过当地人讲，黄山啊雨季节甲风台季节拢无适合来遮耍水。爱寮区就要到11月水流才会较稳定。这摆开水若是错漏搁正落，较危险。而且很危险，因为那一条也没有，几乎是没有人再去走的那一段，所以它的水率变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很难去猜测。那边非常危险。救援行动顺利，甲人救出。虽然游客有申请入山思考，不过伫当地耍飘飘河是毋是有涉及水域活动管理办法，相关单位也搁爱查。山顶甲开路的天气也个水流，定定是讲变就变，小可无注意就可能造成意外，一定爱正细腻。记者综合报道。但那是风台过2个月咯，台南7股顶重灾区搁还未完全开放。虽然市政府已经有发委文金，也毋过因为申请的面积无共，搁有综合申请等的问题哦，所以审查是有延前。7股区公所是表示讲，目前的核半率大约有8%，伫8月29之前，搁会当申请。今日大土起灾民哪去破损的所在，哪公家拢总爱开钱，无恐惊大雨来就搁会滴水。但那是洪灾过1个月啊，灾民拢咧重建家园。虽讲政府有挂修缮的慰问金，毋过保无到位，民众讲即阵敢来当先甲人累钱加减来读。10万的对。啊，敢过啊？有讲拢过啊？一定过啊？有过啊。所以你感觉因即个速度安尼敢紧？足紧！政府有说要紧拨的来互阮啦，啊无阮拢爱去招啦。感觉足好的喏。啊，即摆有较正常，有较恢复啊啦吼。有啦。为了加速家园，复原慰助金发放进度，但是政府跨局处支援，嘛利用假期加班来审查。不过有未少案件，像徛假实际面积无到20平方公尺，煞申请超过20平方公尺的补助，也是共一个人重复申请，地属公所就要搁去会勘，影响核定速度。那以重灾区7股来看，受理总案件拢总3110件，核发有2470件，无符合的有139件。星期五为止，目前大概有83%左右了。那总统跟市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核拨率的问题啊。就公所而言，我们的同仁都不分假日来出勤来加班哦，那也非常的辛苦。厝顶甲外墙损害面积补助金分1万、5万、10万。在地里长肯定1万块由市府发送的速度确实真紧，不过里长反映当初是申请慰助金的面积，参每合工班认为结果无同，地属申请补助面积有寡定大。因为即摆公部门有每合工班吼，来要帮因做即个看厝顶的即个契约已经签约啊吼，伊发现讲吼，伊这歹去的唔定100平方公尺啦。公所回应申请补助期限到8月29，乡亲陆续的收到核定单，若假是有任何问题，会使提出复习的申请，公所就会到场会勘。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桃园有一家伙仔驶3台车去餐厅食饭，餐厅停车位无够，因就停伫水果行的停车场哦。结果水果行要求讲，一台车至少得爱消费400块，车才会当驶出去，民众是无法度接受。交通局嘛表示讲，这停车场无申请停车场的证照，会来展开稽查。桃园发生停车场消费的争议，有网友伫 FB 的社群平台讲，伊甲伊的家族13个人3台车去平镇的一间客家餐厅食饭，因为餐厅对面的停车场停车位无够，就将车停伫咧边仔水果店的停车场，因为天暗无看清楚规则，就是一般的付费停车。要开车时阵，才发现无停车费的选项，3台车就要入去店内买12块的蔬菜水果，才会人走。我们3台车13个人，我们就走到旁边的水果行去。我就当面问小姐，小姐说一台车没有消费400元，你不能出去。我觉得非常的荒谬。没有买水果，我就要被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发生停车争议的就是这间24点钟经营业的平价水果店，业者无愿意接受访问，只敢用文字回应。讲因是伫在地经营10年以上的店，
强调这是私人的停车场，只敢若互消费者买物件方便使用。讲看板顶头有写大大蔬果店停车场，伫咧出入口的牌仔顶头也有写消费停车的规定。要看实际的公告的内容啦，它实际的公告内容，我们会建议它更清楚。该业者并未向桃园市政府申请停车场登记证，那有无违规新情业者，本局将函请业者说明。交通局讲，依照停车场法的规定，路外收费停车场就要有登记证，才能依法营业。这个停车场无申请证照，会先限车业者说明这个停车场敢有收费的事实。若是违规营业，会罚3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并且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茶山、寿山附近的台湾高山仔是愈传愈多，高山岩埕附近定定嘛传出讲有高山仔出入。中山大厦附近有一间早顿店，最近2个月，逐工是拢有高山仔来抢物件。有专家是建议店家食食爱放伫冰箱内底，还是放伫箱仔内，莫互高山仔看到，因就袂去抢。这只狗爬起伫早餐店的柜台，虽然头家一直话声甲伊赶，不过这只狗拢无咧惊，看伊走入去，乒乒乓乓摕一个餐点走出来，而且这毋是第一遍。机智啊，而且他们有时候会当场直接拆，挑对，直接拆着吃，拆他想要吃的，他不要吃的他都不要了。本来是伫咧茶山、寿山一个中山大厦出现的狗，这几年是向遍地传过来。这间伫高雄高山临海二路的早餐店，最近2个月差不多逐工拢有狗来，有人时来一只，有人时来一阵，有人看到狗就留3名底了，就伫现场吃。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我们在里面喝咖啡的时候，他就会来抢，只要有塑胶袋啊东西都会来抢。前几天就是在那边翻垃圾的那个，就超级夸张，而且还是晚上。看这狗坐伫咧墙顶河顶头白酱，伫这款狗牵线行为愈来愈严重，甲人类的生活圈相踏，造成真侪人甲狗的冲突，并体可能会当甲门窗关起来，不过店面就无法度。有一种那种保温的冰箱，其实是可以有锁扣的，那个其实猕猴也打不开。那或者是简便一点，就是用保丽龙箱把它放在里面，其实它看不到，它就会只会针对它眼前看得到的东西，像塑胶袋或食物去拿取。专家讲，若要赶狗，会当用较温和的水枪，唔通摕叉鼓或者是摕枪攻击，除了避免伤害狗，也是避免狗若被威胁了受气颠倒的攻击人，造成人甲狗拢危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立美术馆最近甲来维比水岸边的树仔、佮草坡仔拢散走，他大石头要来施工。保育团体是质疑讲，这款修复的工法会破坏当地水鸟佮蓝仔地生态。高美馆是表示讲，工程是还未完工，因会来营造湿地生态环境。原地拢是树仔甲草坡蓝仔地生态的来规避，现在彩色的水花已经成做一粒一粒的大石头。高雄美术馆园区的来规避，对3月份开始做水花修复工程，因为水花的土流失去，官方经过讨论，用大石头来塔做护花。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保育团体伫面前大问质疑，因为树仔草坡地无去，石头嘛破坏原本的蓝仔地生态系统。这款做法会互当地鸟类生态渐渐消失。有接来遮运动的民众讲，确实影响真大。中间那一区就是那个鸟类，鹅啊、鸭啊、白鹭鸶都是在那边的窝。以前这边后一大堆的那个鸟啊，什么生态都很棒，可是现在呢，没几只。本来水岸边的森林、水生植物，它会是水鸟很重要的栖地，而且甚至还有萤火虫在那边发现。那现在你弄掉之后，这些生态就不见了。针对保育团体质疑，高美馆表示，因为施工需要目前水规港价到55公分高，大石头只是为了保护水花，后续佫会做浅落甲粗坡，等到工程拢做好了后，规个水规会佫称悬，未看到这石头。先把大砾石先堆叠起来，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些中小型的砾石来去做沿岸的一些修饰，然后接着的话就是一个水生植物的种植，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达成护岸。绿化，然后也提供给我们湿地的这些生态更好的栖息地。保育团体认为，这摆工程会将来规避的水规提悬，若对扣水无帮助，也影响树仔生存。高美馆强调，工程按算11月底要完成，因也会参考大家建议做调整。记者郭家祖、邱超勇、高永昌报道。
来看嘉义县布袋和美丽有真水的海沙堡，拜六礼拜拢有游客会来遮耍水，也毋过所有一寡无公德心的游客，拢会甲粪扫留伫遮，嘛造成志工甲附近民众的困扰。民众伫海沙堡遮来耍水，捡野生的蛤蟆，当地民众甲志工煞捡袂了的粪扫。嘉义县布袋好美丽的湿地保护区，因为大量的游客来遮，对当地的环境带来正大的破坏。就是有人如果来这里上厕所，卫生纸又乱丢，然后还有内裤，你看随地丢衣服，然后这边卫生纸。各单位啦是讲咱这游客嘛，家己小约束的咧，迄个垃圾啊，尽量就是讲减少啊，能带走就带走啊，不要留下。志工表示，侪侪游客除了替环境制造真侪粪扫以外，有一寡来遮的人，佫会直接甲车驶起来海沙堡，这对遮的生态拢会去造成影响。就抓心劝导，然后有的还很凶啊，又呛你说要怎样怎样，不行还是怎样？我说不是不行啊，是欢迎你们，可是希望你们最重要是把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开车上来，你的轮胎在碾压过程当中，在高速碾压过程当中，这些生物生态其实会被破坏。那如果你有1台车来、2台车来，以后是100台车来的时候，这些土地可以让你这样子蹂躏吗？当地民众讲，这个海沙堡是真侪人用11吨的时间，种1万多丛的食物豆豆啊、杂沙来形成的。即马才做观光的好所在，哪个人煞拢无减少。当地民众甲志工拢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莫互这个所在自然环境一直受到破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个人十大死因有8项是甲大考有关系，有真侪拢是自细汉才出来的。台湾大考医学会就警告讲，囡仔上大考会造成性早熟，嘛会增加糖尿病风险哦，甚至会致着癌症，这嘛是另外一款的国安危机。所以医师就提醒讲，食食着爱注意，嘛爱培养运动的习惯，嘛唔通定定啉有糖的饮料。有真侪囡仔无爱啉白滚水，拢啉有糖的酒药杯饮料。尤其即马休热无去学校，有一寡囡仔是一天一杯，若搁食汉堡、薯条这寡甜的物件，热量超过标准，愈来愈大颗。他如果还有足够零用钱的时候，他就会去旁边买一杯某某品牌的饮料。含糖饮料的，就是可能比较严重一点啦，就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想要喝。医生讲，个人10大死亡原因内面有8项甲大考有关系，而且大部分拢是自细汉才出来。根据教育部的112学年度学生健康检查的资料显示，全台湾各小各中的学生体重上重，抑个大考的盛行率，平均4个学生内面就一个上过重或者是大考。医生讲，医界研究证实，大考唔但是身体问题，亦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性早熟，增加糖尿病加着癌的风险。所以在日后可能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以及可能甚至在癌症的风险上，也会比一般在小时候就是正常体重的族群会来得更高。我们有跟教育部一起合作，做的是学校的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从校园的环境里面来让我们的学生呢有好的营养的环境。医生也讲，囡仔若上大考，容易自闭，或者是被霸凌。临床上就看到真侪囡仔，因为上大考，情绪幼稚到，就会去看身心科的门诊。国健署也强调，已经甲教育部签健康促进学校计划，自校园结合家庭的力量，宣导均衡的饮食，鼓励囡仔有运动的习惯，尽量啉白滚水，较莫啉有糖的饮料，较袂大考。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自来水的普及率只有82%，是全国第2低。民众嘛真烦恼讲，自来水源头会有农药的污染。县政府是表示讲，南投的山真济哦，看自来水的管线是无遐尼简单，成本又阁悬，所以嘛已经请水利署当放入相关的经费。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统计，南投县自来水供水普及率是全国第2低。以南投县草屯定相当地区来讲，因为遮地势较悬，水压不足，所以有600多户拢使用简易自来水。基于咱中央政府咱水利这边吼，会当加强看是在要找一个较适当的这个地点，过来装设一个这个加压站。政府要补助的部分是最主要是这天然灾害需要讲。来抢修啦吼，以后的这个做资源的
施设啊吼。南投县多数是山区，牵自来水供线较困难，价效嘛较悬。南投县府讲，已经请水利署放令自来水员工评比标准，将每一户牵自来水管的成本对60万提悬到100万。另外，针对相当地区自来水较细港的问题，会协调自来水公司设加压站。发文给水利署，希望在南投县自来水严管工程的部分评比上，可以从每户60万的成本提高到100万。就是让我们这边没有自来水的民众可以更容易的来做自来水严管工程。县府表示，南投县内无自来水的所在，大部分拢有区间一自来水系统。县府强调，针对区间一自来水系统甲维护经费，县府目前补助500万块，明年提悬到2000万块，嘛会做水质检测，希望维护民众用水权益甲品质。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台北市大客车驾驶是真歹找人，嘛造成部分路线公车、单车的时间变长哦。最近公运处就优化路线，今年1月20开始哦，驾驶佮加薪8000块，嘛改善因的工作环境，所以驾驶比去年同期有较增加，也毋过嘛是佮欠500外人。公车到站，旅客依需上车，自疫情期间大流失的北市公车驾驶长，疫情了后能力永远无回流，5年来减花2成，等车时间变长，旅客坐车也真有感觉。就算这部分应该可以体谅啊，就慢慢等。我大部分都用 APP 的话就还好，就是看他什么时候到，然后就什么时候过来这样。当然是有，可是目前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困扰，不然就是坐捷运啊，改其他的交通方式啊。北市公运处指出，以人车比1.26计算，有个北市公车驾驶长有缘欠510个人。今年初配合调管分价，要求公车业者为驾驶长加薪8000个，搭配优化休困空间等配套，到今年6月。统计全市驾驶长有3707人，淡薄回升，托邦情况也有克服。人力比较不足的时候，如果有开车的状况，或者是突发有驾驶长因身体不舒服要就是请假，那变成他的班次没有办法按照原定的一个核定服务水准去开车。公车业者分析，驾驶长的压力来自工作时段、早出晚归，也是休困时段无成就，拢会影响日行意愿。以北市能力相对充足的客运业者来讲，驾驶长平均年纪也来到52岁，业者各用各种奖金，希望会当吸引新会加入。任用满1个月的话会发2万块，那3个月、5个月、7个月都各发2万块。影响各行各业欠人抢财，业者也希望主管机关会当提出更较侪条件来协助招募。就有县市政府已经实施授权甲就业计划，提供免费教训课程，甲有薪授权，提悬无大客车驾照的人专职意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文化部2日开始伫中正纪念堂办台语人权电影放送的活动，选18出的台语电影，望讲会当透过这无共时代的电影，互观众会当看到台湾社会变化甲人权意识的进步。哇！早餐今仔日会变安尼吼，当初就莫甲生。这出电影，互叫做阿嬷，故事中的国伦自细汉就感觉家己是查某的。一届阿嬷过身，伊希望会当用查某身去记阿嬷上尾一面，这款装扮，互老爸感觉足见效的。当初写国伦这个角色，想要甲大家讲，其实，查某身的查甫，其实嘛是人，嘛是。其实嘛是普通人。这出阿嬷未来会伫中正纪念堂免费放送，互观众看。文化部为着要复正台语，推动转型正义，对8月2日开始，请观众免钱看电影，拢总有18出的台语电影通看。45年前，这个电影院只讲一个人的故事，到45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从这么早以前的一个黑白片，到现在，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于中正纪念堂一个很大的一步。这出电影《超级大国民》是1995年的电影，也算作这届人权电影节的开幕片。故事咧讲的是台湾戒毒戒严，政治犯互人放出来，电影的男主角互人关30几年，出监了后已经对袂着社会脚步。对日本时代少年时代去互人日本人掠去做兵，国民党政府来了后。
又阁是安那经过什么款的政治事件要列去关。文化部表示，这届台剧电影对1959年到2025年拢有，时间涵盖一甲子，希望民众会当透过电影看见台湾社会变迁和人权意识的进步。记者陈亚轩、郑准佑台北报道。来看澳洲有超过7成的家庭有饲动物伴，伫维多利亚省第5当前通过法规，细厝的人只要出自同意，得当饲动物伴，加受理好弱势团体佮有社会主体嘛会使饲。有真侪艰苦人是靠动物伴的支持来行过辛苦的过程。朱莉安娜的查某囝甲狗仔芭比算甲真欢喜，无都想会到因一家伙死口罩，捌因为某一寡关键逃离原本的厝。住过停车场，甚至伫野外大埔旁住1年外。妈妈朱莉安娜想起迄段日子，定爱忍受活0度的低温。伊讲对囡仔承诺会勇敢经落去。I said to the kid, I promise you something. If we find a safe house with a backyard and front yard, we're gonna have a puppy. Any puppy you want, you know. 伫社福单位的协助之下，朱莉安娜一家总算有永久住所。新厝除了一家死口罩，也会当饲1只狗、1只猫。另外一户温斯特妈妈带查某囝，要去适当有路无厝，长期住伫车内。有时阵住伫临时收容所，后来结婚，住伫即马细厝的所在。温斯特也开始有能力为查某囝打造安心舒适的厝。我仔囝饲2只兔仔，好名罗纳德甲拉娜，人甲兔仔一家死口罩。有闲的时阵，互相陪伴，生活过得平静满足。They just always made us feel so calm and happy when we were here. After going through such a experience of not having a house, and the bunnies are kind of like siblings to me. Like they're like Runner's my sister, and like Ronald's my brother. 澳洲维多利亚省伫5年前通过相关法规，伫厝头家同意之下，细厝家庭会当饲宠物。愈来愈侪提供低收入户甲弱势家庭相助的社会主体，也开放会当饲宠物。每一个有心酸过往的家庭，伫新的大的所在甲宠物做伴，为他们人生都安尼圆满更欢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伫台湾嘛真受欢迎的动画人物鲁鲁米，伫全球各国拢有真侪买奖。鲁鲁米今年嘛已经80岁咯，作家伫创作伊的过程嘛，甲第2届世界大战有淡薄关系，咱做伙来了解。以李玲的身躯短短司机形容一个看，那亲像白色的虎马，伊就是芬兰来的人气角色牧民，演过伫台湾翻做鲁鲁米。根据芬兰籍作者多贝扬森伊的设定，牧民毋是虎马，是北欧团岁住伫山内精灵。伊甲亲朋好友住伫大自然，过无烦无恼的生活。牧民头一届上市，离即马已经有80年的历史。一寡介意牧民的大小朋友，拢来芬兰的牧民博物馆，甲这布翁仔欢喜翕相，也献出幸福的笑容。有人讲，细汉时啊，亲人拢会用牧民的故事册伫床边讲故，是家己上界珍贵的童年记忆。I'm a total fan, and now he's a total fan, and our apartment looks like a moving shop. 牧民头一本红仔册出版了后，大家真紧都真介意，尾也做成绘本漫画动画加主题乐园，搁翻做60多种语言，一直到今仔日，牧民也是受到全球观众甲读者介意。啊，毋过伫古水纯真的角色背后，其实有一段黑暗的历史。第一本牧民红仔册标题是《牧民甲做大水》，内容是牧民一家伙仔去互大水冲散，其他的人想要赶紧甲爸爸找倒转来故事。毋故事无轻松，插画风格嘛无后来遮尔显目。有人解读这是投射当时芬兰的国家角色。But her first Moomin book came out in a dark era. She felt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paint, and she started writing what she called a fairy tale. But she excused herself not to include princesses or princes, but chose her angry signature character called Moomin Troll to be the main figure. 当时拄是二战期间，芬兰去苏联入侵，面临生死，国内气氛压力真大。作者为了提振士气，开始想出一个爱和平、勇敢、又充满好奇的奇幻角色。到尾啊，合作一本册，伫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出版。对二战的结束，这个代志嘛渐渐互人忘记哩。牧民甲朋友因的冒险故事也留伫个册内，持续为世界各地人带来欢乐。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8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